过去台湾的课本拢咧教中港甲黄河，到李登辉先生做总统，中央才开始重视台湾的文化。1997年，国中生开始有3本课本，通好读台湾的历史、地理和社会。到李先生落任嘛真要紧，台湾的知识就爱长，台湾的主体性唔通长。观众朋友，咱做伙来回想规站过程，过来同齐讲一句再见，民主先生。加入国立台湾文学馆，台湾唯一的国家级文学博物馆，也是1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。所有和台湾近代文学有关系的史料，拢收集伫这。头一任博物馆的馆长地方定讲，在1990年李登辉执政时代，李总统就指示文建会成立台湾文化资产保存中心，中心下底的台湾文学史料组就是台湾文学馆的前身。全世界有这款国立级的文学馆的国家还佫真少，咱台湾已经会使讲是前10名内底。对这来看起来，这个民主化的过程，甲这个自由化的过程，咱即马食到的是药剂啦。李登辉总统食的是药头，药头较苦啦。前总统李登辉也伫咧伊当选民选总统的第2年，请国立编译馆编3本绍介台湾地理、历史和社会的教科书，册名叫《认捌台湾》。捌做过台独联盟主席，伫咧迄年当选台南市长的张灿宏也肯定这项政策。台湾迄阵读的拢都是中国的地理历史。我觉得台湾哦，什么落水溪一倒，但嘛唔知啊；淡水溪一倒嘛唔知啊。啊，那讲到长江、黄河，大家都倒背如流咧。所以这是完全符合教育的基本的德学。这也是1989年7个民进党和无党的县市长开始编乡土教材以来上界大的进展。当时的宜兰县长尤锡坤讲起这件代志，感想悠远真深。1993，我的这个认捌宜兰、认捌就是讲南洋的地理甲历史，因1997种的转向。当然，因肯学宜兰，肯改变这政策，这也是无简单啦。这当然甲李登辉先生有关系，唔是李登辉先生，我相信也无一定会安尼做。2000年，李总统落任了后，伊个设李登辉学校，免费栽培对台湾社会发展有意识的后辈。真侪课程哦，包括台湾的历史、地理、人物、政治、经济、国际。透过这个知识的教育，加强伊对家己台湾的这个认识以外，伊嘛会对台湾这个人、甲这个社区，甚至这个国家，会当去关心嘛。李前总统推动民主教育，唔但落实伫咧课纲内底，伊也望后辈会当大量吸收知识，作为行动的基础，促成改变。记者阿敏、金庭、水林、昆明台北、台南报道。